由台南社区大学公民写作社独立出版的《土岛公民文学杂志》创立伫2010年，由在地公民长期探讨台南公共议题以及日常文化，为文化热岛的台南市开创社区公民写作的新的风气。土豆吼，其实咱对这个英文来讲是土豆吼。一开始咱伫咧公民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吼，伫咧讨论讲，咱会当来独立出版一个咱在地刊物，用咱公民的力量吼来出版。所以阵咧想讲，咱就爱去做讲虽然足重要，但是做搁愈较重要。所以去做吧，做就对了。所以土豆。土豆咱来讲台湾话就叫土豆，其实这过程叫土豆。那么土豆写做汉文就是土豆所以这个刊物的名就是安尼，是有这个精神，就是实践的意义啦第13期的土豆特别选伫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文化馆馆庆进前来发表，以当代在地为主题，内底故事为疫情到文化以及公民文学、无法律字词。以上直观的写作，带领读者共同省思。这个土豆啦土豆这13期咱拄好拄着咱这个 COVID-19，这疫情来的时阵咱也回想去年前冬咱有当讲来讲一两个确诊，咱就感觉非常的紧张。人甲人之间有无迄个关系，咱讲咱就等于共款。所以咱的时阵就是讲，咱要透过公民写作的力量，会当来陪伴咱。共同来探讨咱未来是安怎。二来就是咱去年嘛是咱台湾文化协会就是讲100周年的时阵，咱伫这个100周年的时阵，咱要来看是后手会当讲101档今年就是101档，102档，103档咱毋是讲讲过去尔，咱来向前看，未来更较好。所以土豆伫这过程中，就甲100周年这个当中邀请到主要宣导师来庙口开讲。来转来咱的庙口，共同来探讨咱未来的这个希望，文学的这个希望所以就甲这种种的过程包括写一张批来互未来做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就是中住在地啦中住在地，咱伫遮人土生土长，咱嘛是毋望咱的囝儿世世伫遮人100年徛起，这就是中住在地的精神，大家一定要来努力奋斗。台南社区大学公民写作社借着土豆期刊，传承台湾文化协会追求的自由民主精神，发展公民美学，共同关心以及讨论台南的生活以及文化政策，思考未来100年的台南以及台湾文化的可能。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